继续要来讲，伫疫情的期间，有真侪民众拢上网来买菜。外送平台 Uber Eats 即卖是甲南门市场来合作，用手机就会当洗菜市啊。也佫有Foodpanda，嘛甲台北市20外间的传统市场来合作，推出着优待。PC Home 嘛有来去新北洗菜市的专区，包括新增的第一市场、泰山三甲的公有市场，有部分摊商的商品拢买会到。 哪关咧一单一单去买，南门市场的美食有专人替你服务。你看这个外送人员将买好的菜放入这个外送箱啊，准备要配送。外送平台外送的范围扩大到传统菜市啊，南门市场，要消费者用手机啊就使买。会比较高一点啦，它大概高1层，好到2层之间。但我觉得它这个是一个趋势。 所以讲，离村减1、2成，还过受到疫情影响，爱数位化、爱转型，嘛袂使无配合。是讲民众的反应看法完全无共款。不会，为什么？因为不会用。不会用。对，而且还要自己来买，感觉比较好。会，为什么？因为不用大市场啊。 有买意思，买杀传统菜市啊买去，消费者有一摆会使无限金额拍7折，同款要抢这个商机，还佫有禽鸟Foodpanda，伊嘛甲台北市政府合作，包括光复、上港、石澳等市场，有超过21间传统菜市的商品，只要伫外送柜内拢点会到，到8月31进前。 那么最低消费就使享受一摆拍6、9折的优待。另外，像电商平台 PC Home 是说来新北市夜市啊，拍破外送平台有配送地区远近的限制。新北包括泰山、新庄、永和、蘆洲等等，这传统菜市啊，拢有出名的大头配合，会使配送到府。伫疫情影响下，大家拢想要拼上机。